经来过那山那谷，那一次录影里面其实就有洪恩哥、黑旋风，然后我就觉得天哪，那感觉好棒，我就一直在许愿，就希望他们能够出现在我 MV 里。这个小女孩其实就是小爱的小时候，所有有关她成长的一些回忆啊、记忆，跟弟弟们的照片，一起相遇在树下看那本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五塞弟弟南莫一样。大家好，我是南莫一样的哥哥，打造一样。看到大家很相挺，姐姐这次的这个 MV， 非常感谢大家。我觉得这次拍摄叫来是对的，因为我可以烤肉。因为他以前也常常带我们到处表演，都是跳王洪恩的歌。今天拍摄整体的氛围让我印象深刻，真的是弟弟妹妹们在身边就跟家人一样，家人能够好好相处，不管是烤肉啊、聊天、户外这种分享，我就觉得就是最美好的一件事情。重点 MV 一定要看哦，没错，好不好？因为有我们，好不好？